你平時喺 KWC 等電梯上落嘅時候，排隊人潮嚴唔嚴重啊？部分會嚴重，可能喺個 lunch 啊，或者係落堂中間嗰15分鐘或者10分鐘都幾嚴重嘅時候，可能就要逼到縮埋個位。通常你要嚴重嘅時段，大概要等幾多分鐘先可以搭到電梯？有試過最嚴重，可能甚至係20分鐘。平時喺某一啲時段等電梯嘅話，其實係對你嘅影響有啲大，例如係影響你嘅行程或者上堂。更加多影響，有時候可能會遲到啦，或者係趕時間啦。可能朝早8點嘅時候咧特別塞，可能我趕住去下一堂㗎，甚至乎有啲時候我排隊排到去咗冇時間食飯咁樣。